好，呢度係博客欄目同 S 傾下偈，我係 Season， 喺我對面係見證廣州30多年變化嘅嚟自香港嘅大灣區哥哥 S。每個星期我會喺廣州舊城中心用15到30分鐘嘅時間同 S 傾下偈。S 早晨，早晨，Season。係咁因為呢排前排啦，都一直有嗰個熱點新聞，就係大家去騰訊嗰度排隊安裝龍蝦Open Cloud， 你應該都有喺新聞度有係簡單見到下。但係我今期咧唔係想同你傾呢個所謂 AI 工具嘅嘢，而係因為媒體依家自媒體同埋輿論嘅發展係超級快嘅，同埋技術嘅更新換代都好快。有時候會覺得個人好似係喺度一路揸緊車喺一個高速公路度，冇辦法停低。就想請教你係喺咁高濃度嘅一個信息時代呢，係點樣可以穩住個底盤揸自己嘅車，處之泰然嘅。因為點樣咁樣問呢？因為我都會諗，應該喺你嘅職場嘅初期呢，其實你嘅測量行業都肯定有經歷過所謂技術出現啊，替代咗人力嘅嗰個時刻。係。觀察，如果俾你觀察回顧翻當時，有啲同事俾技術取代咗嘅話，佢哋係點樣可以穩住自己嘅？又或者係咪轉行去揾到自己新嘅位置嘅呢？其實技術係取代人力啊，不嬲都發生噶啦。我記得我初出嚟讀完書出嚟嗰陣時，我哋做估價嗰陣時，啲資料係要自己去揾嘅，自己亦都冇一個，即係社會上都甚至冇一個中央嘅資料庫嘅。咁呢度就揾邊個項目樓盤交易過啊，幾多錢啊？咁樓盤裏邊有幾大啊？咁你要比較噶嘛？咁係兩個樓盤啲尺數啊、地點啊，全部係揾人手去做。咁又有晒啲所謂比較嘅基礎，然後先至去判斷啊！而家你要估呢個單位值幾錢？咁但係而家仲邊有啫？其實一直都有變緊嘅，由嗰啲資料散收嘅資料來源，到慢慢開始有人去統一做呢啲嘢啦，再到最後政府都做埋一份啦，咁咪成個資料庫齊啦。咁你即係可能你以前3日做到嘅嘢，變咗3個鐘頭就做到啦，後尾就3分鐘做到，因為你撳一撳個電腦就搞掂啦，係咪？咁其實不斷都發生緊。而家 AI 更加添，所以咧唔存在話係唔係將來會點咧？佢不嬲都有噶啦。問題係我哋點樣去面對呢個轉變嘅啫，係咪？咁我自己都有覺得我自己都會好彩啲，因為嗰陣時係變，但係冇咁快嘅，慢啲啊。同埋我哋嗰陣時候咧，真係可以有機會讀到多啲書嘅人咧，真係冇咁多嘅。咁所以競爭嘅對手咧，亦都唔多，咁可以生存到落嚟，亦都搵到2餐啦。咁而家咧就可能真係，哇！資料又容易搵啦。競爭對手又多啦，咁你變咗嗰個似乎嗰個生意池又冇大到啦，甚至有啲行業縮咗添啦，咁辛苦。咁下一步點做咧？其實響好大程度呢個問題咧不斷發生嘅，即係我諗由發明蒸汽機嗰陣時候開始嘅，工業時代係已經係咁啊！死啦，有咗蒸汽機點算咧？我又記得咧，我有個親戚咧係做航運嘅。咁咧就係做嗰啲將嗰啲，你知嗰陣時要運貨咧，中間咧嗰啲船咧唔可以泊去冇咁多貨櫃碼頭啊嘛，咁啊泊喺個海裏邊，咁佢哋要將啲散裝貨咧就揾啲躉船咧就運去嗰隻船嘅側根，就吊上去嘅。咁後尾有貨櫃碼頭啦，咁嗰啲人就好驚啦，咁死梗啦，失業咗。咁結果咧，貨櫃碼頭嘅出現同埋其他好多因素咧，令到貨運咧大幅增加，結果咧仲唔夠人添，估唔到噶，係咪嗰陣時死梗啦？邊佢一掃搵埋去，哇！20尺箱、40尺箱，砰砰聲就落啦。你仲要搵散收搵個網兜住啲麻包袋咁樣，係咁樣噶。唔知你有冇睇過戲啊？係咁噶。咁啊運落去嗰隻散裝船嗰度，然後就咁啊就咁揼到去隻船嘅側根，然後再
調一次，咁係好戇居嘅。咁但係嗰陣時係咁噶啦，嗰陣時係最先進噶，你同你正話西洋嗰陣時比已經好先進噶啦，係咪？咁所以我自己睇呢啲嘢不斷發生緊噶啦，即係由蒸汽機，就跟住就係磁與電不斷發生噶。咁但係我哋人就不斷咁多，社會上起碼物質上啦，亦都越嚟越富庶。我相信而家我哋面對呢個 AI 都係一樣，我哋會有好憂慮、恐慌，甚至，但係到最後，我諗我哋會搞到啲方法出嚟，揾到啲新嘢，同埋而家只要因為有咁多條件啦，只要我哋嘅社會嘅收入分配得公道啲啦，我哋仍然可以生活得好好噶，唔使我哋以前要打工，因為我哋大部分人要做，因為咧唔做冇得食噶嘛。但係如果我哋呢個社會係富庶，因為你技術嘅係發揮係富庶，而又唔係話貧富懸殊嗰種富庶，係好有錢，只不過好少人，而係政府參與落去再分配，大家揾多個錢，咁嗰啲多咗個時間出嚟，咪去讀多啲嘢啊，學多啲嘢啊，去鍛鍊好個身體啊，服務下其他人啊，咁令到個社會更加漂亮啊，咁咯，係咪？其實做嘢係揾食，而家唔使揾，咁我哋都要做嘢，可以係跑步都可以係一種做嘢嚟㗎。你令到你自己嘅身體越嚟越好，令到社會負擔細咗，你又可以幫其他人，你可以去做義工，你可以做清潔咁，我覺得 OK 㗎。好似又係喎，係咪？係，因為網上會哇，大家會好真係有恐慌，話自己嘅行業啊，好容易被取代啊之類嘅。不斷都有㗎，不斷。我只係講過，即係股價咁啫，咁哇死啦！電腦出咗嚟啦，哇死啦！一個佢又有即係中央資料庫啦，哇又死啦！大佬死下咁，大家都係咁㗎啦，係咪啊？所以我覺得有辦法嘅，相信人類嘅力量係啦，冇錯。係，咁你又會點樣依家睇呢種信息爆棚呢？因為正如你所講，其實同你初入職場嘅信息其實係唔同嘅密度頻率嘅，係咯。咁你自己依家喺度睇新聞報紙，會唔會都會有所謂有消極嘅一面呢？第一，因為我而家都係退休啦，所以我又冇需要話睇好多真係同我自己切身影響到我自己做嘢嗰啲資訊，我可以好有選擇性去揀去睇我自己想睇嘅嘢。資料好多呢個亦都事實，但係我覺得就算資料多與少，收資料嗰啲人，即係我哋自己，都係有個第一責任去保證我哋收到嘅資料係相對準確嘅。係咪？你嘅反而咧資料多泛濫，你仲容易 check 到，因為實有就你又講我又講嘛。但係嗰陣時咧資料唔多，仲容易有謠言嘅。其實咁即係佢俾人好啲，好少人或者好少通嘅機構已經可以壟斷咗消息嘅來源啦嘛。咁所以我自己睇，我作為第一責任人，無論資料多少，我哋第一個人就要判斷啲資料堅定流嘅先，信唔信得過嘅先，就算信得過程度有幾信先，10分滿分，信佢2成，好似特朗普信佢2成都死啦，係嘛？即係咁樣，即係咁嘅嘢，我哋要自己，我哋作為好多資料㗎。你一打我朝頭早起身，哇！啲通訊社琴晚美國總統講咁乜，係啲全部資料嚟嘅，信定唔信先？係咪？你自己去判斷咯。佢只不過係個好特別嘅例子，但係一定唔係唯一嘅例子。到最後我哋作為即係接收者，就要有自己嘅判斷。當然我哋嘅判斷能力係同我哋平時呢方面嘅修為有關嘅。我哋要聽多啲啦，同多啲人講啦。如果譬如你係講開文學嘅，你要對嗰邊文學有多啲了解啦。當係如果傾開多啲政治經濟嘅，你要對嗰啲話題有了解，你先容易判斷噶嘛。但係點都好，唔好個資料市場多，啲資料嗰度多嘢，你就當係真噶啦，死梗。因為我順住其實都係想問話，好似以前嘅人呢，做嘢要落一個決定嘅話，可能係拯救身邊嘅人，
幫下手，俾啲意見，俾啲睇法，就可以結合嚟自己做個決定。但係好似依家做一個決定呢，因為信息好多啊，所以你就會搜成個網絡啦，然後睇下，可能因為某一個事件同你類似，然後你又會見到話，哎呀，好多人喺嗰度係有 judge 啊，有指指點點啊，好似依家面對嘅呢種要做決定之前嘅壓力係會大啲嘅喎。其實唔係嘅，Susan，其實來來去去都係你有一樣嘢要決定。有唔同嘅資料，唔同渠道，唔同嘅資訊，而嗰啲資訊係指向唔同嘅解決方向嘅，你應該點行？OK，咁我覺得就係第一，你攞意見聽人嘅意見啦，咪一間公司有董事會啦，如果董事會我哋做咩啫？係咪？你一個部門嘅咁一個經理之下都有其他嘅同事啦，大家商量啦，人口對人口啦，係咪？即係。人傳人咁去傾啦，另外就係資料搜集啦。嗱，而家就個問題就係個網裏面多如牛毛，你都唔知聽咩。咁呢個又係翻去我正話講嗰度，就係要你自己對嗰件物嗰個而家嗰個傾緊嗰個題目有幾了解，同埋你嘅常分析能力，即係你嘅常理推論嘅能力有幾強。係嘛？譬如最近又舉個例，啱啱今日中東打仗，某個國家就話有啲美國報紙就話，某個國家嗰個元首就鼓勵美國領導人去打定第二啲國家，咁講到真嘅一樣，但係佢就話消息來源嘅喎，可能堅嘅，亦都可能流嘅。咁我就會問，喂，同一個國家未打之前，同一對報紙話嗰啲國家係唔想打嘅，叫美國唔好去打伊朗，因為驚越打越麻煩。點解而家會變呢？發生咗乜嘢事令到佢改咧？我會諗得深入一啲咯。其實到最後呢啲咁嘅政治經濟問題，可能我哋永遠都唔知個答案。可能亦都點會可能？如果從陰謀論講，有乜嘢阻止美國或者以色列專登講呢啲謠言出嚟離間嗰啲國家呢？係咪？即係夾硬俾隻死貓嗰啲人做，等兩邊嘅對立更加厲害呢？我哋點知呢？可能我係陰謀論，但係可能啱嘅，點知啊？同我就覺得有最奇怪就係同一班國家。點解未打之前，佢哋同一批報紙話，嗰啲國家就話唔想打，因為會後果難料。突然間而家又話鼓勵，咁點發生咗啲咩事咧？咁我會諗咯。咁其他問題都一樣嘅啫。所以你解決一個問題，一定你要對嗰個問題本身好留意，有一定嘅了解。如果你冇了解，你早做功課，多啲同相對比你了解嘅人去傾。唔好信晒報紙，就算佢所謂好德高望重嘅報紙，佢只可以證明佢攞翻嚟嗰啲資料咧係有啲可靠嘅人俾佢嘅啫，唔係自己作嘅。但係唔係冇可能保證嗰啲資料係真嘅。係咪？係，所以我哋要小心咯。而且已經 time and again 證明佢就算嗰啲幾所謂幾信得過嘅大報，都唔知有意無意講過幾多唔係真嘅嘢啦。咁順住呢種可能性咧，諗翻你以前帶嘅團隊又好啦，同事又好啦，有冇一啲係同你好類似嘅後生同事到依家？因為我係想啱啱係我腦海，因為你咁樣嘅分析，我會諗可能穩住底盤，首先就係自己有判斷力，係啦，有邏輯，有信心對自己。咁我又想話，你結合一齊回顧下，係仲可以有邊啲係令底盤穩嘅特點？我覺得其實就算有呢啲特點咧，都要有一種能力，就係去把握個分寸。就算你對嗰樣嘢好有了解，同你喺你側跟嘅人喺嗰個方面都係專家，佢哋個個都係咁樣做，
咁你自己係同意嘅，咁你梗係會做啦。但係你唔係同意嘅，你覺得你自己對個問題都有了解，你自己嘅睇法有道理，但係同佢哋啱啱相反，咁你聽佢哋唔聽佢咧，最終都係你自己決定。如果你堅持唔聽，如果你自己啱嘅好啦，唔啱人就會話你固執㗎嘞噃。係咪？如果個個都係咁，你又同意，咁你就去做啦。咁啊，當時大家好鬼 happy 啦。咁後尾發覺衰咗，鑊咗，咁可能你就變咗係 group think 嘅咯，group thinking 嘅咯。係咪？咁所以咧，到最後咧，我哋都係講緊方法嘅啫。到個結果係點咧，都係當事人去拿捏嘅。我淨係覺得固執同埋呢個擇善固執，係有分別嘅。你要真係知道去擇善，你先你固執咁，你擇善，你要知道咩叫善先得噶。係咪啊？固執同埋從善如流，過分都係唔好嘅。因為你固執梗係會唔同啦。你就算乜都聽，除非你從善如流，你真係嗰地從咧善就係啫。如果你都錯鬼咗，咁你乜都如流，咁你真係流嘢啦，真係。乜都聽係咪？係，所以嗱，從善如流，你一定要從善先。擇善固執，你一定要擇善先。乜嘢叫做從善？咩叫擇善？就係你自己對嗰呢件事情，第一你自己價值觀、你嘅判斷、你嘅修為啦。翻轉頭講完咧，唔好講。咁唔係嘅，我又可以扣翻就係你都會成日鼓勵啲後生仔要做自己中意嘅事啦。係，咁但係依家呢個時代，好多軟件，其實你用下咧，有啲工具你用下，其實會形成自己嘅信息繭房嘅。咁可能因此咧，個後生仔中意嘅嘢同埋佢需要獲取嘅渠道，會形成咗更加細嘅一個領域啊！我唔知我咁樣表達啱唔啱，即係我知你想講乜，即係我會驚佢就越嚟越轉喺嗰入邊，會反而會唔會更加孤獨咧？所以我又會覺得我記得我細個開始已經有聽到，哎呀，做人你要平衡發展啊，唔好側埋一邊啊，德智體群美啊，唔好淨係咪好老土咧？我哋都有德智體美咯。係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就係要，如果你想唔好話傻下咁越行越深入咗個繭房嗰度，你就要平衡發展。唔係淨係側埋一邊，你中意嘅睇多啲，人之常情。但係你要知道，你除咗你中意嘅嘢之外，仲有好多嘢嘅。而且一個人要做到或者一隊人要做到一件事，唔係一兩單你嘅一兩方面嘅嘢做得好就得嘅，一定要全面嘅。咁所以呢，我覺得真係全面發展，俾自己多啲興趣。有陣時呢啲係要你自己主動去做。人中意一樣嘢多啲，我中意跑步，我跑多啲，多過游水咁，都好自然嘅。但係你要知道，跑得多嘅大佬膝頭哥有事啊，係咪？咁你游水又可以幫下手，咁你自己要主動去做呢啲嘢咯。譬如你自己睇，咁你知道個算法存在噶啦。哇，我中意睇時裝設計，咁啊冚俾啲下冚唪咁樣懟晒啲嘢俾你。咁你唔好真係傻下就覺得全世界淨係得時裝設計先得噶。有唱歌，有運動，有好多嘢噶嘛。咁你要自己知道咯。我覺得呢啲又係你實知噶。你應該亦，如果你話唔係啊，照單全收，佢俾咩我睇咩啊，咁呢係你嘅責任咯。係要多打佢自己。係啊，係咪？係唔可以話，因為你執埋一邊就賴社會，你執埋一邊係你執埋一邊。只不過咧，社會係有啲咁嘅算法，更加容易令你執埋一邊。你要自己，你係第一責任人咯。平衡啲咯。係。好，多謝師。多謝師神。OK，拜拜。拜拜。